大家小可忍耐我的声音哈。咱这礼拜拄啊连续假日哈，咱的周报拜三就印好啊，吼所以差不多这2日声无好势吼，临时要换代班嘛已经袂赴啊吼，所以只好请大家体谅安尼。嘛讲我轻轻讲，大家听有。所以小等下我要请非常长咯，台语的专家，伫咧读经节的时阵，伊通替我读，我和然后咱休一个安尼吼。伫即个拜二到拜四，我甲赵牧师，佮有一位咱的瑞玲同工去参加高雄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演习会吼。几千人吼，1000多人，所以伫密闭空间啦吼。所以感觉拢本来嘛无啥问题，毋过到228迄天，人感觉无好势安尼吼。总是感谢主，拄啊好放假嘛吼。赶紧去神后病院挂急诊安尼，马上就来快筛啊哈！快筛讲，你到底有流感无？感谢主讲无，无小可有，可能体力较无好，去感染着安尼。所以休2日，咱小可勉强啦吼，身体无安怎，毋过声音受影响着。我会记得吼，差不多8、9年前，嘛是一遍参加总会开会，总会开会拢差不多4、500人。嘛是毋知啥物原因吼，就有哪有感着安尼，想讲感着咱拄着的咱即个视力蛮悬的吼，无感觉安怎？毋过有那是影响着脑后，迄边的脑后不舒服吼，延续几个月就对啦。到最后去互大病院检查，医生讲哇，你的声带节茧了，吼，要开刀，而且要休息2、3个月。我那边牧师靠脑后咧做工咧吼，准备要甲教会请假。毋过实在是上帝怜悯啦吼，真侪兄弟吼，因为牧师徛起来就知影咧吼，所以拢替牧师祈祷。足侪人拢摕遐偏方就对啊，好啊，一大堆迄个甘蓝的物件咧。真正到尾想讲吼，若要开刀，都爱足艰苦，所以先休困2、3礼拜。咱会友送的物件嘛，无客气通拢甲食看卖安尼吼。是讲真正袂使才拍算安尼。总是真正上帝怜悯吼。过偌久，我讲莫插伊怎自然家己好去。嘛免阁开刀安尼。所以上帝怜悯啦吼，是牧者吼上大的迄个身体方面的障碍，就是脑后。真侪牧者吼，声音拢收声无好势。这也是需要大家为阮祈祷的所在，因为咱知影讲有时拄着攻击，拢是对你上弱的所在安尼吼。咱要今仔日参加分享主的话，咱大声来做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感谢你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互阮伫这个连续假日最后一日，阮愿伫主日来敬拜你，三甲同心来听你的话，做伙来学习，也做伙来勉励。愿你带领阮下面分享的时间，互阮看见你的话，真侪阮的帮赞，真侪阮的快乐，互阮明白你的教示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咱这个标杆人生吼，这个第2，应该算第3阶段吼，就是进入到伫迄个团契人生，吼。咱这经济小等的有用，咱请非常长甲咱读。咱的标杆人生的计划已经进入到第15日、15章吼。咱1月份做伙学习，讲我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，基督徒是为着什么来活？吼，咱有几啊篇的学习，咱一个结论就是讲，我为着要荣耀主来活。要荣耀主，安怎来荣耀呢？咱2月份就是讲，咱为着要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上帝创造咱，互咱来学了上帝，敬拜上帝。所以咱有讲起着人甲上帝的关系是一种敬拜的关系。这个敬拜毋是只干那伫礼拜日点外钟伫遮敬拜，是我的生命、我的思想、我的工作，甲我的专业。
以及我咧甲人直接，这个拢是伫敬拜内面。啊，这是咱2月份所进行的。啊，这也就是咱楼骹吼，迄支条5种目的其中的第一项，叫做敬拜，吼，敬拜。啊，敬拜呢，就是咱的主题写较清楚，吼，讲虔心敬拜，荣耀真神。那3月份进入到你人生的目标，就是主题讲上帝来创造你，还是讲来塑造你，是要为着上帝的家，上帝的家哦吼来活。进前这个月是讲，咱甲上帝迄个美好的关系叫做敬拜。啊，你要为着上帝的家来活，吼，这咱两个解释，就是讲你爱归属伫一个基督徒的团体，啊，咱叫做教会。啊，伫教会内面互动的关系，咱以前叫做团契。所以团契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名词，讲啊，咱叫做夫妇团契，咱叫做兄弟团契。但是团契一个意思是动词哦，动词就是讲我甲你有团契，啊，我甲这个人足好的团契，就是讲我甲面非常好的斗阵就对，吼。啊，当上帝家是今仔这个月咱所要学习的吼，啊，这咱伫咱的迄个标语内底就是叫做团契交谊彼此相听，是咱这个月所咧读的。我相信兄弟姊妹，有的人吼，哇，读了比牧师较进度较紧，吼，读了讲才有趣味安尼，伊一礼拜读2篇尔嘛。啊，有的时阵为着要互伊一个月有一个单元吼，有时间一章尔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是先做一个引言啦，吼，一个整体性是安那，咱要为着上帝的家来活啊，做一个三角分享安尼。啊，咱兄弟姊妹，罗马书12章，吼，咱今日读的经节，罗马书12章。事实咱今仔日咱的书会只敢若带咱读15到20听，啊，这是因为着较节省时间啦，吼。伊是整个规章，吼，罗马书12章是规章，拢是保罗对基督徒要过迄个群体团契的生活真重要的教导。啊，咱真侪兄弟真清楚第1节甲第2节的经文，因为这第1节甲第2节是保罗讲起迄个宣告，这个教导真重要的基础。哈，所以咱若是看这2节呢，有3项的要紧的假事。第一项就是讲，一个人你若愿意奉献性命予主，你讲咱要甲主相亲近。咱要为了主来活，你要用什么证明？第一项就是你要有新的团契生活。伫咱这本册内底第15章，吼，内面有讲到一个极度重要的迄个提醒。上帝创造咱人，咱对父母的腹肚来生落来。你生落来真做一个人，就已经是归伫这个人类的团体，吼，咱讲人类七八十亿，啊，咱随伫这个家，这是属于人类的生命。但是基督徒有第2遍，一个新的创造，就是你认捌主，你悔改认罪，你顶头生了后，讲这叫做属于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啊，你只为你有2种的身份。你一种是地球的公民的身份，第2种身份就是你是属于上帝所设立的社会，伫这个世界的家，这个属灵的家内底的这个一份子。所以我要请会长弟读这节吼，第一节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，是圣洁、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好，多谢。这节咱进前慢慢读过吼，就是讲，咱若要甲上帝有一个结连，就是家己啦。这个
我爱这个生命献给上帝。啊，咱顶个慢慢讲，咱一般伫社会看到吼，人庙里咧祭拜，那么甲猪抬互死啊，鸡抬互死，才去拜啊。啊，咱人是我的，啊，我是安怎？你要囥伫遐做祭物，啊，你嘛会偷酸呢，会溜走呢。啊，所以咱若是要献互主，是真正心甲主结连，才是真正的奉献。吼，啊，所以是圣洁所欢喜的，啊，这是合宜的敬拜。那第二呢，一个愿意无爱军队世界，无爱甲世界的潮流，无爱甲世界的流行来共款的。伊嘛是要有新的团契生活。好，咱拄则有讲起着，讲要甲家己的生命献互主，你要有新的团契生活。啊，若无爱军队世界，你嘛爱有新的团契生活。第三是，若是照主的旨意来活的，你要行主的道路，行主的教示，要有圣经的话来活。啊，你就爱有一个新的团契生活。换一句来讲，头前迄三个前提，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教会生活，你才会当实现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我要搁请会长长读第二节吼。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，甚至得到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，看做好，佮完全的旨意。好，所以这两册圣经站，有人读真熟嘛，甚至会晓背，总是咱都爱实际融入去咱家己的生活的内面。好，第二部分呢，咱讲咱来加入伫一个新的团契，啊，这新的团契什么意思？主要就是加入伫基督的身体。过来第五节，请会长长老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毋过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肢体。好，肢体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毋是干那单独一个。咱是属伫基督内面的整体吼，所以啊，你姊妹请会记得，咱逐年拢有几啊摆的洗礼式，请会记得，咱是安怎讲爱顶头生。以前咱长老教会较少咧讲顶头生，有时少年时代有时参加国语的教会，伊拢问讲：啊，你重生得救了没？啊，咱想讲是啊，叫你重生。啊，我都信耶稣，咱就搁重生啊呢。所以顶头生的意思就是头拄则咱读的第一节甲第二节。你有照安尼无啦？你若安尼，毋得叫你顶头生。啊，就是咱所讲的讲，第二摆我这个属伫人的家庭，我已经加入伫属灵的家庭。啊，所以你若是真正有顶头生，你就要加入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咱知影讲，要成做上帝家庭的一个人的条件，毋是你入来参加聚会，你就解决，是讲你就相信主耶稣，你要宣告我接受耶稣。所以咱教会嘛，即马咱教会就感觉讲，这方面定来咧注意啦，讲来呼调你决志的意思讲，我要加入这个内底，毋是我人入来安尼尔，是我决志，我要相信主，相信你就是这个家内成员之一安尼。因为呢，咱若是看见整个圣经的教导哈，啊，伫这本册内底嘛解释了真清楚。咱有一个地面上的家，咱有是大人阿公阿嬷，有囝儿孙，这种是咱真正安尼真严密的一个家庭。但是咱拢知影，这个家庭毋是永久的。有时咱有咧看见一寡文章咧写讲好亲像咱家内的人足亲密对无？但是常常咧讲哦，讲父母袂当陪你行一生呢，啊，你囝儿嘛袂当陪你全部呢，啊，所以人拢有伊个阶段，啊，这是上帝互咱伫地面上的一段时間，要擔着疼的滋味。毋過若要完整的，你就愛佫加上
属灵的家，意思是地上的家是短暂脆弱的，属灵的家就是一个永恒甲美好的，因为这个家是永久，到伫咱肉体的生命结束，还要搁继续的。第二就是咱来受洗，咱毋若是决志哦，你还搁受洗咧，表明你加入基督的身体。这是为了咱基督徒足重视洗礼，因为咱看圣经吼，这个马太福音28章尾啊，迄几节讲耶稣的大使命，对吧？伊甲受洗、甲传福音、甲教导列入伫同等的重要。传福音真好，袂毋对；教示人认捌真理嘛真对，是受洗也足重要。原来吼，洗礼什么意思呢？洗礼就是对世间人，也是讲对权力人来宣告你的信心，代表你甲耶稣基督遐罪拢受定死，搁通过我，有宣告新的生命，加入上帝家庭。所以现在咱进前旧年，咱就开始推动幸福小组，鼓励兄弟，你决志签你的受洗单，咱随为着伊洗礼。是讲你洗礼，就是证明你要归属伫主，你要一世人伫上帝听的内面。而且呢，圣经内面呢，在甲咱讲起着洗礼伊的次数啦吼。咱长老教会因为有历史，搁有咱的制度，以往呢，咱较重视讲，你着甲真理捌才来洗礼，吼。咱以往拢安尼，甚至咱的教会对这款的坚持真济，为咱的长老教会。但是咱来看圣经吼，真趣味哦。圣经内面吼，保罗甲西拉伫加甲的内底，因为有发生些新约，遐个约准吼感动受信主，保罗是半暝都甲因洗礼。咱才腓利伫即个路上吼，甲一个埃提俄别的即个太监讲道理，即个埃提俄别的太监一个听着，哇，得到真理，真欢喜，讲恁即个时阵吼，就是洗礼的时阵啦，所以。就半路就开洗礼啊！所以若是照圣经吼，伊不是无讲等你拢总捌啦才信咧洗呢，是讲你若决志感动才来受洗，就来受洗，洗了后才慢慢入捌真理。所以这是安怎呢？因为长老教会是对欧洲、对美国，是对英国甲加拿大传来，因为因的历史老早就是规个人、规个家。规个民族、规个庄拢是基督徒啊，所以你都要先捌道理才来洗礼。但是咱台湾是一个异教的社会，是先有互伊确认伊的身份，才来受教育。所以这嘛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对了吼。所以咱第三项就是顶头洗决志，搁来就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成做一个团体的会员。加做这个基督的身体内面的一份子，你会员就表示耶稣基督的身体内底的一部分，你才会当伫迄个所在发挥你甲上帝的关系。咱伫以弗所书2章19节咱写非常对了，传来读。2章19节。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，毋是侨民，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。做上帝家内的人，是咱外邦人，就无搁再是外侨啊，毋是出外人啊，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啊，做上帝家内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有顶头洗是一个决志，你有受洗礼是宣告，你加入会员是表示你是这个团体上帝家内的一份子。所以呢，咱伫顶礼拜呢举行和会吼。和会，现在咱爱点名点到遐功夫对吧？吼，毋是讲我毋是会员就袂当做什么代志，是会员是表示一个认同，会员表示你这个威信，
会员是表示你有份伫即个圣工，会员是表示你欢喜承担你的责任，吼，只是安尼。啊，无咱嘛会使诚做一个自由会员，全世界四界走，这是一个大教会，全世界教会的一个基督徒，迄无问题。但是你要归属伫一个地方的即个礼拜堂一个教会安尼。第三项，咱除了一个身份以外，就是基督身躯的中间，你要尽你的责任，尽到责任，才是一个上帝家的一份子的这个重要性。所以第一项，咱因为经济较长，所以咱无一节读，但是就是在甲咱讲起着，这个伫这个一份子内面应该做的。第一项是无看家己过头伫所着看的吼，这个是较属于中文式的啦吼。咱第三节请会长长老来读。靠上帝予我的恩赐，我对恁逐个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伤悬，着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，心中评价家己。好，就是讲伫即个上帝家内的人吼，咱逐个做伙咧生活，逐个做伙咧服侍主。第一项就是简单讲就是安怎呢？毋通看家己过对着，就是讲毋通伤过骄傲啦吼，谦卑。伫主的内面，咱互相成全对方，毋是讲这敢若我会晓的，恁拢袂晓的。安尼伫即个团体内底，有一种芥末，有一种关系的关系，有一种安尼对立的关系，有一种看轻的关系。所以咱第一项就是爱毋通关过家己所会当看的。第二就是接纳别人的无相像。伫咱15章内底，我为着上帝家来起做是12章40到50节吼，咱搁请会长长来读。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，逐个肢体各有无相款的功能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毋过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肢体。好，那兄弟姊妹，这个部分大家都真清楚啊吼。首先呢，咱台湾吼，真注重叫做迄个人权吼，咱嘛真注重男女平权，咱伫教会内嘛真重视，逐人彼此拢受尊重，这是一个人权国家必要的一个努力吼。以早咱讲男女不平等。伫美国嘛是发生迄款黑人甲白人的无平等，而且呢，咱台湾是爱互人称作是一个文明的国家，就是讲，即嘛连遐个身躯无好势、残障，咱拢爱特别考虑到因的需要。所以你看咱的教会，即个公共场所，你一定爱做，互迄个伦理会当入来到内底的即个设施。若无检查袂通过，这是甚物原因？是讲咱就是学着即个精神，各种的肢体拢有伊的功能伫咧。即个肢体呢，伊真多，有诶较出力的，有诶较无着出着力的，但是咱拢伫上帝内面是一个肢体。第三，照个人的特色尽肢体的责任。咱伫第17章内底有讲到有所归属啦，12章的第6到8节，咱过来请会长长老读。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，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款的、亲像的恩赐。宣讲信息的人，着符合信心宣讲；服侍的人，着专心服侍；教导的人，着专心教导。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，真济的人着慷慨，领导的人着热心，做主善的人着甘心乐意。多谢，你看这个经节60到8节内面讲到，伫一个团体内面，无共款的功能，无共款的恩赐，伊甲咱讲一项，你若有这款的恩赐，
你担任这款的积分，你就尽力就对啦，尽你的气力。吼，咱讲唔通乌猪啊食过好，啊你遮无做，啊搁做别人的安尼，是你我奉主的名来专心。吼，所以呢，伊讲啊，无共款的文书拢爱发挥，有人负责宣讲，有人负责服侍，有人负责教导，啊搁有人呢负责会当人宽免，有人做主线的工作来进制，啊有人专门做领导性的，吼，真后话头话尾，啊伊咧话声，大家安足愿意听伊的，啊搁有做主线的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过来即个月所咧读的物件，就是甲牧师讲的，今仔日即个整体即个壳，啊，大家将一项那个贴起来。啊，我讲伫进前这3日吼去参加研习啦。啊，这研习就是专门咧做讲，你要安怎做教会门徒训练。啊，这个工事一直强调，差不多讲开喙合喙就强调讲吼。请恁会记哩，等于恁的教会在做门徒训练的时阵，这毋是咧上课。那上课吼，即个读个大粒啦，定无效。就是你爱实践伫你生活中间，你成做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就等像咱顶个月咧讲敬拜，啊敬拜毋是干讲我来教会礼拜甲啊真热切，吼啊吟诗好听，祈祷有力，吼啊态度足虔诚的。啊！这行出去礼拜堂，哇，完全拢无去啊！吼，甲人讲话大细声，啊，甲人做代志安尼斤斤计较，啊，做代志安尼也无认真。啊，你讲你是一个足够敬拜的人，迄就无影，因为迄是甲你的生活、甲你的生命结连的。好，即个月咱要学习的是讲，我要安怎伫富强教会，正做一个我听上帝家的一份子。啊，我毋是干那捌。哦，甲你问经济你也知，互我地目你嘛会晓，互我这个天的这个表格你拢听啊足清楚。但是吼，我根本对教会要做啥我拢毋知。啊，你嘛等于是干那知识上会了解啦，尔。是你真正伫你的生活中，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实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第4项是讲同心合意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啊，这段的经战吼足长，90到21章，所以有机会兄弟姊妹伫这个月你咧读，啊，这课程的中间，会通甲12章对1节到读到尾仔章吼，内面讲真侪，这方面要安怎去做上帝耶稣基督的身体？安怎去做呢？哇，拢总遐侪项吼。第一项叫做爱用真诚来听人。吼，用诚实来听人，伫这90到20中间，遐经济拢有列出来。啊，咱伫这16课甲19课内面会讲到即个听人的即个假使。第4，爱热情，爱拍开你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谁啊？咱会鼓励兄弟姊妹呢？啊，口甜、脸甜、心甜。是呢，一个人伊若确实有上帝听，伊才会热情呢。啊，若无你会想讲啊，我都烦恼事一大堆，啊，我对什么人有什么款无共款的意见，啊，对什么人有什么的苛刻，啊，对教会有什么款的无满意，你就袂热情啊，你就袂拍开你的心胸啊。佫像是咱加入伫团契内底，还是加入小组内底，小组内底是呢，你用热情拍开你的心胸，互人知影讲，啊，我就是一个单纯。吼，无有任何的心机，啊，咱咧推动幸福小组，更较重视这，或者会青所的新的朋友，才无队友知影讲，我伫生活中毋捌看到讲，像恁即阵团体遐尔啊相听，遐尔啊单纯，遐尔啊互相帮衬，所以热情拍开，这是第2项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的第2部分。第3部分就是互敬互让。大家彼此商量，彼此成全，啊，这里19章内底有吼。个第四项就是温群火热。伫这罗马书内底有讲，你做代志爱热诚就对啦吼。做代志用火热的心来做。第5，用喜乐、忍耐、用祈祷、代祷来3对待。
咱伫生活中，伫基督的群体内底，内面有一项真重要的关键，常常足侪兄弟姊妹真困难突破这个啦。突破什么呢？就是有关上帝创造咱，和咱有无共款的性格。咱基督徒有无共款的性格哦？因为你的性格就是真歹解。一般咱咧讲，人有咧修养，吼，我有道德，我有品格。我的人吼，无偷无抢无贪。我的人袂讲人的闲话，我的人吼袂去贪心人什么款的好物啊，这个叫做品格啊，做人足真诚的，人甲你真尊敬。但是好品格的人无一定好斗阵，毋知遐侪你听有无？好品格的人无一定好斗阵，因为伊的性格可能足无共款。好品格的人有可能伊点点拢无爱插你。安尼嘛是好品格啊，但是我都无啥爱插人啊。迄叫做伊的性格。有的人伊自我要求足悬，所以看到边仔的人做安尼讲，哎呀，迄会使的，哇，足袂欢喜的就对啦。伊品格真好哦，但是袂堪你做无好，迄叫做性格。所以基督徒吼，较毋惊品格的问题啦。好，你敢会烦恼讲，咱遮的兄弟吼，有人会去阮兜偷摕物件袂？大家拢有真好的修养吼，但是性格就无共款。因为性格，有的人紧，有的人慢，有的人吼大而化之，有的人斤斤计较，有的人急性的时阵，一个就发脾气，有的人吼。安尼慢性啊，即雍容哈大度安尼应先袂感觉安怎？有的人对数字真正第一，差1差2都袂使。有的人讲啊，凊彩啦，差5差10也无偌济啦。啊，所以这叫做性格。啊，所以基督徒爱伫这个群体内底，用喜乐、用忍耐、用祈祷三对待。啊，这是为何咱的招兄弟来参加门徒训练的原因？请会记得，你的品格大部分无人会甲你质疑啦。但是性格爱调整，性格爱调整。啊，这个性格上好操练，就是服侍的第一现场。你若来服侍，你才会去调整你的性格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做头家时，哪就听你的啊？啊！我咧做交通警察是人听我的，都无人咧我听伊的咧。啊，所以这个物件，拢爱伫第一个服侍现场，伫传福音的现场，你爱操练，你爱写，你爱为着要互上帝家得到完整，所以我愿意受操练。迄叫做性格磨练，你爱操练你的性格，安尼。过来乐意分享，慷慨付出，你有乐意的心。有欢喜成全人的心，欢喜付出，互人白白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咱咧办幸福小组，真侪兄弟姊妹了时间，了伊的精神，佮了钱，为着讲我要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第7，就是用祝福对待伤害。对咱讲起性格，就是用用传是冲突的。大家斗阵足欢喜，啊，就干那讲啊，伊讲迄句话，互我，哎呀！困袂去啦，安尼要安怎？要找输赢是无？常常是你爱学习用祝福来对待伤害。咱台湾的教会吼，即款代志是讲袂了。逐个人拢嘛讲伊听主，逐个人嘛讲话我认真，啊，啥两个袂做伙？是呢，真侪人伫咧指责对方的时阵，拢讲我是奉上帝的名。真侪人讲对方无毋对的是讲对方毋对的是讲，啊，我著上帝，我著徛伫上帝这边啦。哇，你若永远徛伫上帝这边吼，你著永远人袂好解啊，就对啦。你爱先讲啊，因为上帝的名，我会甲你回信的，毋是讲上帝的名是你毋对。哦，圣经透落讲，你看这个讲理，吼，这个圣经咧讲啥人？哇，问题是本圣经专门咧互你来指责别人的，啊，你若对。
圣经是咧，互你看了讲，哎呀，我实在是足欠亏，遐尼多的亏欠拢伫我身上，啊，你毋则是咧互咱圣经的教示啊！所以你讲人安怎伫基督的身躯内底爱互相学习，就是这个原因吼。所以用祝福对待伤害，啊，咱拄则开始有读到啊吼，就像甲快乐的人、喜乐的人同喜乐，甲哀伤的人同哀伤，有迄个同情心，有迄个安尼同理心迄种感觉。第九就是谦卑待人，吼，对待别人，因为谦卑就会人对你的尊重。第十是主动积极，吼，因为无用通附带迄个经济啦，吼，咱通家己看，甲对应的经济。第11就是尽力和睦。咱教会吼，我讲，因为人的性格无共款，伫一个小团体内底，一个教会内底，拢有迄款冲突的部分。但是呢，咱教会需要真多迄个和解的使者，因为有的人吼，伊个人的性足好，也毋惊人念，啊嘛愿意听你念呢。啊，即款人吼，伊真够甲人和解，啊，促成讲两个人安尼，有时讲话口角啊无好势，哎，就来做伙讲讲诶。好，咱台湾流行讲啊，食一顿饭就解决啦安尼。啊，所以即款互人和解，即款人真重要。第12，宁愿退让，愿意饶恕。好，这是第20章的时阵会讲到吼。好，最后兄弟姊妹，咱互相来勉励吼，咱委身为着听小组甲听教会来活。你若是要成就一个荣耀主的人生，一个要互上帝欢喜的目的，请会记得你爱有所属的教会，为着教会来听主，为着小组，为着教会来活。咱个请非常长老来读40甲50吼。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，逐个肢体各有无相亲像的功能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毋过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肢体。好，搁一站是咱拄则第一个读的所在吼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过来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因为无我，恁袂当做甚物。啊，迄个袂当做甚物，迄个字无出来吼。啊，咱也搁加罗马书12章规个经节21节，搁对应伫这节经节，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你就知影讲耶稣讲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咱甲保罗12章所讲的物件，去对应着这个葡萄树的关系，你就知影讲，迄个生命的迄个重要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在座，有的是资深的基督徒，有的是慕道友，有的是还未参加小组的兄弟。但若假使你有认同这本册内面所教咱的教示，认同着保罗先生伫12章1节到21节所讲的这真理，认同着咱要委身伫一间教会，听小组，听教会。啊，那安尼牧师要邀请你，但是你是慕道友，请你会记得，你毋只干那踏入教会来听，讲参加这礼拜真好，听音乐真好，听了有感动，安尼也无够。请你会记得，你爱决志接受主耶稣，因为你决志受洗，你才是成做这个属灵的家的一份子。咱嘛要呼吁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你若是还未参加小组，请会记得，参加小组毋是一个累赘，毋是一个增加你的负担，是你伫小组内底，你让操练你的生命，你让操练你的信仰，你让操练你彼此忍耐接。像拄则保罗所讲的，即爱做的品格，啊，甲你的性格操练，你要接受文道的训练，你才会通伫你家己的人格顶面吼，得到真好的变化。到后礼拜呢，咱教会要开始进行即个
文道学校的上期啦。下礼拜牧师会针对这个文道训练的意义，互咱知影。不过，伫遮我要先甲咱讲一项，就是讲，咱真侪兄弟讲啊，我的这个性格吼，江山易改，安那横性难有影，大家人拢承认。但是呢，咱的文道训练，咱叫做讲，毋是一个上课，是一个入去到底迄个服侍现场咧操练。伊讲吼，这是上好咧操练你的性格的所在。所以，咱要互兄弟知影，咱参加文道学校，毋是讲啊，我参加10礼拜，参加8礼拜，啊，我得到结业证书，啊，我就毕业啊。是真真正正要改变你的性格的一个操练的所在。所以有人咧讲吼，咱有时会参加什么卡内基训练，对吧？啊，我参加什么款的潜能开发课程，啊，我参加一个什么款大师的课程，有时一届交爱3万5万哦。啊，到咧到地吼，迄讲师甲你讲啊，哇，有够精彩，但是转去哦，你都毋知要怎做咧，因为你无有一个实际互你演练的所在啦。但是咱的教会吼，毋若免费哦，佫互你操练，啊，互你改变你的性格，啊，互你脾气较会当控制，互你较有疼心，互你会当欢喜帮助别人，互你拄着困难的时，你会堪要忍耐，啊，毋免钱。啊，这就是咱兄弟姊妹咧邀请讲，你有看到迄个价值，看到迄个文道训练的价值，是要改变你的人生的。而且这个文道训练操练了后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甲人的互动，迄会帮助你的工作，会帮助你的事业，会帮助你甲客户的关系。啊，咱兄弟姊妹，你若家当作讲啊，迄教会有啦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你就无去领受到一个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最后要邀请大家来入约微信的祈祷吼。啊，因为时间拄啊好到吼，我要招咱唱这首圣诗，然后招咱来读这个小文来做结束吼。咱来看圣诗536首。天顶大开稳定的门，第一节第一节就好。啊，咱副歌吟2遍，然后兄弟帮忙，同工帮忙举麦克头照唱哈。第一节副歌吟2遍来。副歌各唱一遍，至大。感谢主，咱要来读这段西约的祈祷。啊，请2位长老，恁有举麦克吼，带咱做伙读吼。头前就是一个微信教会入约台语的台语版。咱请2位长老做伙读，咱大家做伙读好无？大家做伙开声预备来。我愿意伫上帝恩典甲帮赞下面，委身伫听教会，委身伫听其他肢体。为安尼，我愿意尽力做到。来，坐印。以拒绝讲行为，顺服领袖来依持教会合一。第二。以
教会祈祷，邀请未信者来分担教会责任。第三，以甘心奉献，甘愿做奴仆来参与教会圣工。第四，以忠心参与聚会，诚心过基督化的生活，来做教会美好见证。以此活出上帝创造我的目的。只能望这个西药的祈祷，真侪咱就是讲咱伫这个月，委身伫教会一个团契的生活，一个真好的操练。兄弟姊妹，请会记得，咱标杆人生，真正毋是为着读册，也毋是为着上课，是为着要改变你的观念，改变你伫教会的生活的迄个理念，大家做伙来实践。